約翰福音15-16節按樣人講到，上帝耶穌基督講愛善義，唔係義善愛，但係上帝善世界呐，唔係世界善上帝呐，因為世界人類唔係為上帝，上帝熱天地世界為人，佢地就超到就每世界人類，所以佢善世界但係呐，善世界超大字，但係字呐。當然達到好嘅字嚟，因為而家人類社會呢啲思想之間要壞心嘅字，要唔感人嘅字，要不壓嘅字，要發聲嘅字，唔有人良人嘅字，冇忍耐嘅字，冇良善嘅字。嗱，上帝而家大咩字呢？所以呢個加拉太5:22-23節咁樣講到，但係憐子愛嘅字、喜樂嘅字、和平嘅字、忍耐嘅字。恩賜嘅字、良善嘅字、忠心嘅字、滿要嘅字、控制當下嘅字，你叫壓恁字，上帝愛要喺自己嘅心中嘅啲，係自己要叫壓，你叫壓恁字喺自己心中度，自己社會你行到，人人看自己要你叫壓恁字，哇！你咩阿人啊？你冇用上帝嘅力量，冇按佢要你嘅恁字，你係用上帝求一個恩典禱告，自己能夠做出你叫壓恁字。Amen.